好，会馆的各位大家平安。感谢今仔大家来参加听这场演讲。这演讲是迄个景南书院甲法拍主办会馆这边协办。感谢会馆提供这个场所安尼。今仔要讲的主题，就是这位就是迄个台语 YouTube 作者这趣味的网站哦，大家若是有时间会使去看卖咧。伊会使就是你拍一个词，伊就为迄个 YouTube 找一个迄个一段短的影片，就是你拍迄个词安尼，所以就是你要找啥物影片的时阵，用这个足方便的。这个是迄个详细的部分，伊等一个介绍吼。感谢这个张凯维，伊是即摆伫 MIT 做 postdoc 对无？另外postdoctor。无。歹啊，有够老。另外一位周风景，伊即摆是伫 USC 嘛是做 postdoc 对无？好，好，对，两个拢是做 AI 相关方面的物件，对，好安尼我就莫加讲话就请因来开始因的演讲。感谢。是太客气，没有自我介绍，他是我们台湾学校、台湾会馆附设台湾学校的台语老师，就着心，对，无遮尼好的老师。什么名啊？林老师啊。那是给出来，我是连妹是读英语老师。老师不在。这拢咱台语的台湾会馆附设台湾学校的台语老师，到这现在给咱做几十年啦，有啦，以前还未生囝我就捌你啊。我即马开始讲啊，今日的题目是这个 From Daily Tube to Daily Speech。主要是咧讲即个台湾话即个 AI 就是讲即马台湾即个 AI 的发展甲即个限制安尼。我是张凯维，这是两个 speaker 的介绍。桌边是我是张凯维，我是伫台大摕到即个博士了后，过来即个 MIT 做 postdoc。我之前有伫 Meta 实习过安尼。周鸿进是即位即摆伫 USC 做 postdoc。感谢。伊之前有伫 Amazon 实习阮是之前伫迄个 Pittsburgh 实习的。然后就是想讲即个台语的 AI 真趣味，真重要所以咱即摆有即个合作安尼。我先感谢今日的 host， 就是台湾会馆法拍甲即个景南书院对，感谢。这是今日的即个 outline， 就是我先讲一寡到底啥物是 AI， 叫台湾话即个 AI 的发展，到底即摆 AI 是听有还是听无即个台湾话，过来讲一个真趣味的即个 project 叫台语 Tube， 希望讲会使甲即个学台语的即个部分变做较趣味。台语 speech 是一个阮想讲即个时大人的即个台语真重要。阮想讲做一寡 AI， 互 AI 听有即个台湾话，互 AI 会使帮助即个厝内的即个教学安尼。过来是我希望分享一个我家己的愿景。了后若是有时间的话，方真会分享一寡故事。伊旧年伫即个南港的即个社福中心拄着一寡故事伊有一寡想法想要甲伊分享互大家安尼。好，头一个部分是到底啥物是 AI 呢？用一句话来讲 ，AI 就是一款电脑，伊会家己去学习，所以你
你介意啥物代志，伊就家己去学习，伊就家己你介意代志家己学起来。譬如讲咧 ，AI 会使看有图，就是讲你互伊一寡猫仔的即个图片啊，还是讲狗仔的即个图，伊就家己去学习讲啥物是猫仔，啥物是狗仔所以你若是放伫厝内有一只狗仔伫厝内，伊就知影讲这是一只狗仔。AI 嘛是会使即个读，嘛会使写，就是讲你互伊一大堆的资料，你互伊一寡课本啊，你互伊一寡即个文章啊，你互伊一寡报纸啊，你互伊去读，伊就知影讲要安怎读嘛，知影讲要安怎写。AI 呢嘛会使听，甲嘛会使讲，你着互伊一寡语音的即个资料去传一寡语音的资料，像是去 YouTube 啊，也是去互伊看电视啊，互伊看即个 YouTube 啊，伊就会使听有人讲的话，嘛会使家己去讲遮人讲的话安尼。AI 呢嘛会使像行棋啊，还是算即个围棋啊、象棋等等的，就是讲你互伊去看即个专家要安怎行棋，伊就家己学起来，然后伊就教你去行棋安尼。伫即个2022就是ChatGPT 出来了，大家拢就惊吓，就是讲这 AI 实在是太厉害啊！你会使问伊无共款的代志啊，还是讲这 ChatGPT 会使写文章啊 ，ChatGPT 会使甲伊讨论一寡这 idea， 嘛会使帮助你去写功课安尼。这是一个数字啊，就是讲像像 Netflix， 伊有1 million， 就是100万的使用者，伊用3档到4档。Facebook 呢用10个月。你敢知影 ChatGPT 用偌久？有人要了解无？用5工尔，5工就有100万的使用者。毋过呢，伊刚打出来的时阵伊其实空啊，毋是讲真巧，就是讲你若是问伊How many R's are there in the word strawberry？ 即个 strawberry 内底有偌济 R 即个 character， 伊讲2个，其实有3个啦。毋过呢，今仔日今仔日伊已经会使写程式，嘛会使解一寡数学题目。即摆即个报纸是讲伊有即个 PhD 的 level， 所以伫3-4档进前伊敢若像一个小学生尔。毋过今仔日伊已经足厉害，伊有一个 PhD 的 level 的即个水准你逐工咧用的即个手机啊，其实拢有 AI 啊。像是讲，你会使问你的手机啊，问你的 Siri 啊，问你的 Google， 今仔日天气偌好，伊就会甲你回答。你嘛会使做翻译，像像我去出国佚佗的时阵，我若袂晓讲遐个话，日本话啊、西班牙语啊，我就会用即个 Google 的翻译。像像你咧驶车、咧导航的时阵 ，Google Maps 嘛是用 AI，会使帮你甲你讲要安怎驶车，要驶偌，要驶东还是要驶西安尼。所以今日 AI 已经足厉害，伊会使家己驶车，家己写程式，嘛会使产生一寡影片。我家己是去即个 supermarket 的时阵，定定用 AI， 我就问讲我要买啥，伊就甲我讲要买啥呢？对，因为足侪像是导游足侪罐，我毋知要买啥，我就问我要买啥，伊就甲我讲安尼。所以 AI 其实足厉害你干你就甲伊讲要做啥，伊就做啥。像就即个人甲即个 AI 讲去帮我创啥，即个 AI 就会创啥。毋过咧，就是即马有一个问题，就是今日即个 ChatGPT 即个 AI 伊虽然讲足厉害，毋过伊捌即个语言，大部分拢是像像英语中文然后日本话韩国话，伊其实毋捌台语你会使试看觅用台语甲即个 ChatGPT 讲话，伊其实听无安尼。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到底即个 AI 敢听有台语，到底即个
这 AI 甲台语的关系是安怎？对，就是爱家教，对，这就是咱要做的代志啊，想要教这 AI 讲台语，听有台语安尼。啊，这讲台语的人呢，其实嘛是真多啊，差不多几啊百万、几啊千万人啊，伫台湾啊，伫美国啊，伫全世界各国的无共款的国家，拢有人咧讲台语啊。啊，你看起来真多，听起来真多，但毋过嘛是有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讲。愈来愈少的人咧讲台语啊，亲像恁可能会使讲台语，会晓讲台语，抑毋过较细汉的即个囡仔伊拢袂晓讲台语啊，亲像我家己哦嘛讲无练转安尼。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哦，即个 data 无够啊，就是因为要教即个 AI 讲台语啊，听有台语，你需要足侪的即个 data， 啊，即嘛就是 data 无够啊。啊，这是一个行政院的即个统计数字啊，就是这是65岁以上的，啊红色是讲台语的人，啊蓝色是讲国语的人，啊亲像65岁以上的人有超过60%的人会讲台语，啊毋过你看这就是囡仔人就是无够10%啦，所以讲台语的人是愈来愈少啊，大部分拢是大人咧讲台语安尼。啊，你若想要训练一个 AI 哦，亲像即个大公司啊 ，Google 啊 ，OpenAI， 伊咧训练即个语音辨识的即个 AI 时阵，哦，伊拢用几啊百万点钟的即个 data。啊，你就算讲是，哦，你去 YouTube 去找即个8点钟的即个影片哦，嘛是差不多1万点钟到10万点钟安尼，就是讲即摆的 data 是无够安尼。啊，到底为虾米即个台语 AI 是遮尔困难呢？就是因为台语是一个，我感觉台语是一个真特殊的语言啊，就是讲伊的变调足困难的。像变调，就是讲你读心这个字的时阵，你读心，啊你读即个心情变心情，迄个心就变调啊，心啊心情。啊，而且咱咧讲话时阵吼，拢有口水群，就是讲你无共款语言会混做伙讲。像是讲，我有一个例句，就是讲，我今仔日去 7买一个便当，甲2粒茶叶蛋，了后我去麦当劳买汉堡甲薯条，3种语言，我讲国语，我讲台语，我讲英语，吼，就是台语的使用者咧讲话时阵吼，伊会掺无共款语言。伫一个这句内底，啊了有这个咱 Q8 条的问题啊，就是讲你一个字啊，是讲你一个句，无共款的人咧讲的时阵，伊的腔调是无共款的。我有一个真趣味的影片，就是这是一条歌，叫做《游台湾》。就是有无共款的即个腔调伊讲你是谁，迄是台北人；啊，你是谁，伊是云林人；啊，你是正彰化人；啊，你是谁，是古早人安尼啊。啊，毋过嘛不止这4种哦，亲像我阿嬷，伊是偏湖人，啊，伊讲你的时阵，伊讲汝；啊，伊讲谁的时阵，伊讲长，哦，所以讲你是谁，伊讲愈长啊，完全无共款，愈长安尼，咱要讲这 AI， 就是讲你互伊啥物款的资料，啊，伊就去学啥物款的代志安尼。啊，你若是无互伊即款台语的即款资料，啊，伊就听无台语，嘛袂晓讲台语。啊，这是一个语音辨识的即个 AI，
这是一个error rate， 就是讲伊的 error rate 是差不多30%，这是即马上高的即个 AI，你甲伊讲话，伊去辨识讲，你咧讲啥，error rate 即马上高的 AI 是30%，啥物意思？就是讲你讲3个字，有一个字听无安尼，袂歹，然后毋过，佫有足侪空间会使进步亲像讲即个 Google 啊，即个 OpenAI 伊咧用的即个 AI 伊差不多 error rate 差不多1%、2%尔，安尼才会使使用。就是讲，台语 AI 佫有足侪进步的即个空间安尼。所以讲两个问题就是讲，愈来愈少的人咧讲台语第二个就是台语的即个资料是无够的所以呢，我就两个 project 想要解决即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台语 Tube， 叫台语水果。我想要互即个，甲即个学台语正代志变做较趣味安尼。第二就是台语 speech， 我希望即个机器希望即个 AI 会使听有台语，尤其是focus 伫即个居家照护是大人咧讲台语即部分。我来介绍一寡台语 Tube。台语 Tube 就是讲你会使输入一个关键字拍即个华语，伊就去即个资料库去找即个有即个关键字的即个片段，然后就播放安尼。我试看卖。这是台语 Tube 这是这是台语 Tube 的网站，亲像讲，咱会使拍，你若是袂晓讲台湾你就会使去找台湾。就是要帮助主女拜台湾的地理。伊就内底有就讲台湾安尼。像小妹西乡伫咧台湾就有组织。这是因为我细汉时阵拢是看电视咧学台语所以我就想讲要做一个台语水讲。亲像你若是要讲一寡俗谚亲像有一个例是毫无瓜葛毫无瓜葛要安怎讲？伊讲田无够水无流，无共款的讲法啦。抑毋过伫电视顶关伊定定安尼讲安尼。伊即马甲咱便宜也无关系，无关系嘛会使。所以就是一个讲法一个词一个句无共款的讲法，即个台语水讲就会使家己找出来。这是因为我自细汉时阵，就是甲阮阿嬷咧讲话看即个8点，这阮阿嬷。这阮阿嬷这是我这阮哥哥。对啊，就是细汉时阵就是看电视甲伊咧开讲讲话去学台语所以我就是讲，阿嬷就有讲到就是讲，我是感觉讲，因为伫细汉时阵，虽然讲即个学校有教即个台语毋过课本我其实看无就是甲阿嬷咧讲话看电视咧学台语亲像讲请坐可能课本就讲请坐天气真热，伊就讲天气真热毋过我阿嬷可能讲来坐坐就是较生活化呢天气真热，伊可能讲要热死是讲靠腰要热死嘛有啦对啊，就是讲你会学着无共款的物件呢佫有一个就是俗谚亲像即个软土深骨田无够水无流食人一喙行人一斗亲像即款俗谚，我嘛是伫电视顶悬去学着的安尼所以讲甲台语 Tube 甲一般的即个书店无共款是，台语 Tube 是有完整的即个对话有人咧搬戏，有人咧讲有人咧讲话，较有情绪有迄个情境安尼一般的即个书店就是较标准就是讲较呆板
虽然讲伊的发音较标准，但毋过你伫生活中无一定安尼讲安尼。啊，毋过我即马咧学即个台语的时阵，我就是两边拢用啦，就是讲，像像我今日咧准备即个演讲的时阵，就是像像我不晓讲危机，我就去台语 Tube 去台语水讲找一个危机是要安怎讲，啊去教育部的书店找一只较标准的危机是安怎讲安尼。啊，台语 Tube 是去年5月的时阵公开发表的，啊，伫3工内就有无共款的即个电视台来甲我采访安尼。啊，一寡数字啊，就是24小时内底就有1万人咧用，啊，两个礼拜内底就有10万人咧用，啊，即卖每一工拢有差不多400人咧用即个台语 Tube， 啊，这是无共款的即个电视台咧采访的，像迄是 TVBS 啊、民视啊、甲公视安尼。好，这是台语 Tube 啊，希望恁若是有兴趣的。等于会使试看卖安尼。啊，个是台语 speech 啊，就是讲即个底下是实在是无够啊，所以阮想要家己去收集即个 dataset， 啊，看会使教即个 AI 听有台语安尼。啊，咱拄仔讲即个65岁以上的是有足侪人是咧讲台语啊，而且有足侪人是家己晓讲台语啊，伊袂晓讲国语，嘛袂晓讲英文。啊，遐个人。阮嘛是希望讲因会使使用即个 AI， 所以阮想要教即个 AI 讲台语，然后听有台语安尼。啊，即个时代人伫厝内用即个台语的 AI 有啥物应用呢？就是讲可能有即款较紧急的状况，像像你跋倒啊，像像恁兜火烧厝啊，像像恁兜有发生啥物状况，啊，就会使去求救安尼。啊，无就是像恁咧困的时阵啊，你想要把电话关掉，啊，你嘛使用即个智慧家电安尼。所以，阮想讲去教即个 AI 会晓听有台语安尼。啊，我拄仔讲的即个应用其实即马 Amazon Alexa、Google Home 因拢会使做，因拢做会到啊。啊，毋过就是你要用英文用中文甲伊讲遮个指令安尼。所以 data 是真关键的代志啦。啊，即马即个台语 speech， 我想要专门去塔伫这两个即个应用的场景，就是较真实的，甲即个home assistant。所以伫台语 speech 内底，阮用阮甲无共款的即个状况去分类，参像有人咧喊救命啊，参像有人咧跋倒啊，参像你喘袂开啊，参像你巴肚啊，还是无共款的所在有即无爽快安尼啊。换一支。佫有一寡较日常的，像像你要敲电话啊，像像你要关电火啊，等等安尼。这是阮一个录音的即个画面啦，就是讲你想讲你伫即个便所跋倒啊，你就去喊救命，像像我爬袂起来啊。对，就是讲就使甲即个音去录起来安尼。即个甲即个音录起来，就使教即个 AI 去听有即个台语这是一个阮咧录音的画面，这是伫迄个社区大厦的时阵，阮迄个我朋友去斗相共的录音，迄是我伫即个 DC， 我上去 DC 的时阵，去录音的，就是家人的即个社区大厦，就是有足侪人伊真有趣味，真有兴趣斗相共的。最后咧，即个台语 speech 已经写做论文已经发表伊有阮录着差不多6点钟的即个录音，差不多有20人来录，伊即个年岁差不多是60几岁安尼。阮着去训练即个 AI 希望讲伊会使听有即个台语即摆的准确率差不多是90%，伊会使知影讲你跋倒还是讲你有倒位无爽快还是讲你喘袂开安尼。
伊已经即个 dataset 即个台语 speech 已经是拢公开啊，所以若是有啥物公司啊、啥物人要用即个 dataset， 因拢会使去用。所以虽然讲即个 data 毋是讲真侪啊，毋过我希望讲即个即个 dataset 会使互无共款的人去用啊，去推进即个台语 AI 的发展安尼。好上尾想要讲一寡远景啊，就是讲其实台语 AI 已经有足侪人咧已经有足侪人做足侪工课啊，像讲台语 Tube 啊、爱台语啊，还是讲学语书店啊、公司台语台啊，还是讲教育部的即款的即个书店安尼。而且有足侪团队伫台湾，像阳明交大的廖元福老师啊，已经有做足侪即个台语的 AI 啊，像最近就是联发科嘛有即个语音辨识的即个 AI 咧发表，还是讲即个语音学习的即个 AI。我家己的愿景就是讲我希望每一个人拢会使用伊家己的语言来甲即个 AI 讲话，就是讲。世界上其实有超过7000外的即个语言毋是讲只有台语啊、中文啊、英文安尼。咱即马今仔日讲的即个 AI 拢是互英文啊、中文啊、日本话你算的差不多嘛10几种安尼。抑毋过世界上有超过7000外种的即个语言的存在。就是讲我希望我做的即个技术会使互足侪人世界上足侪人来用毋是干那有即个台语 AI， 嘛可能有即个，甚至伫台湾嘛有客话啊、原住民语安尼，就会使互每一个人像即款资料较少的即款语言，嘛会使互因有用伊家己的话甲 AI 来讲话安尼。台语是较有即个感情啦，就是讲我想讲。有一寡人会讲台语较爽，我是无认同啦。安尼，就是讲我感觉台语是一个足水的语言而且伊有足侪迄个文化，有足侪感情伫即个语言内底所以这就是为虾米我想要做即个台语的 AI。我感觉讲伊是一个礼物啦，所以讲台语，讲台语足爽啦，而且讲台语。我感觉台语是一个真水的语言，所以希望大家拢会使讲台语然后甲新配比的人来讲台语好，感谢大家。感谢。这是我头一遍用台语的演讲。感谢。好，大家好，我是周丰正，我甲来分享台语 speech 的故事。代志是发生我伫咧做兵的时阵我伫咧社会护理中心，护理中心，我的台语无认真，真海涵一个。阮的好有包括就是有一间脆弱的家庭，and 脆弱的家庭，and 后使脆弱的歹势我台语无认真，好是好 ，and then 互遐所要钱的人，就是互即款经济上的补助。有啥物人有是要照顾，就是家己住的遐老人，有无较去学校的一些囡仔，家庭无温暖的囡仔。囡仔，有行动无便的人，so
这故事只是我照顾155个家己住的老人。我每某礼拜就是甲伊讲台语，and 你这款老人 only can歹势，我台语真正无认得。这款老人，讲真，台语真认真，安尼听无国语 ，so 所以你要去有两个老人，就是过身去，就是伊家己跋倒，无人知影，是阮发现的时阵就已经走啊，就是故事，所以看到即个相片，这是政府有安装一个机器伫遮，毋过老人跋倒是咧伫遮。你知影老人跋倒着口头语无力，你咧机器对哦，试无着，你试袂着，所老人就是死去遐。所以我甲凯维保护就是咧讲we can 做阮会使做啥？所以有阮甲社工10位社工讨论一下，就社工照顾一下 ，and this 故事台语 speech 的主要的故事就是安尼。阮的愿景就是教机器会当听台语一个大的老龄机器会使听有你要救援，你跋倒，你受叫号车、警察来救你的时阵，救人哦。所以阮开发一个证明会当互大家来教机器去听有的台语。互大家看一下。So 有兴趣的朋友就会使等者开始录音。录音。机器有2种，就是台语加国语。阮会提供影片，就是模拟
竞技的轻松，敢若死火啊，火烧树啊。呀，火烧树，就是啊，你较大声，我讲迄 audio 啊，连电，你后壁敢讲有影片袂？无啊。无啊。啊，第是咱的政府有发现即个气球，伊输球，and 明年政府准备21个代表，62个伊个代表，就是感谢大家，请大家来录音。补充一下，就是迄个因囡仔，恁有传电脑还是就用即两台？嘿，就是因为因头拄迄个录音的网站嘛，就是等一下大家若是有闲，会使来斗录音，就是因伫个房间内底来传迄个电脑啊。一直传好势。已经传好势啊 ，OK， 已经传好势啊。就是头拄有看到迄个影片内底有一寡情景嘛，就是讲啊，譬如讲跋倒的时阵，你可能会讲啊救人哦安尼。这就是要请恁录的，就是迄个救人哦安尼，所以互你看一寡影片，亲像甲头拄安尼啊，你就字下骹迄个录音，啊，就甲你的迄个要讲的话录起来安尼，吼，有闲的就斗相共者，就这样。多谢啊。会馆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吼，要来参加录音的人，吼，感谢会馆。了礼物，礼物，毋是礼物，讲毋对，礼物，歹势，礼物。想要食礼物想啊！对，希望大家，像咱食到饱，差不多1点会阮有穿到色会使来。什么东西？我给他放 CD。没有，我想说，就是还有熬啊，stainless，那 stainless 熬。有啊，这保温的哦。小宝，有啊，安尼。哦。有来录音都有。差1点钟左右，但是啊，你若赶时间要较紧的，因嘛会使调整。哦，真耶！10分钟就好，就是。哦，对了吼。对，阮啊最后是要，因若是要爱恁讲台语，看伫遮遐情景内底，啊，恁会讲安怎的台语？啊，伊会有例句互恁看，但是你会使照你感觉会讲的话来讲，安尼对无？对。所以你要一定照伊写的讲，你会使照讲，你感觉你会安怎讲？你迄情景内底，你感觉你会台语安怎讲？用台语讲，莫用华语哦。哦耶，已经有3个啊，3个啊，4个啊，阿姨嘛。好，啊，大家来，哦耶！好，现在来领礼物。啊，过来。好啊，因为我想讲有一寡，看有敢有问题。可以。嘿，即摆有敢有人有问题要问两位讲者。哦，问题麦克敢有爱互伊？稍等。哦，那台语 Tube 的那个网站，你要不要修一下？啊，我遮在边啊，互你录音。我要用台语手，怎么上？上网？要用台语。你有那个 QR code 吗？对啊。你有那个吗？对。你有 QR code 吗？然后台语 Tube。Google 迄个台语水讲就有对无？就拍台语，用汉语是台语水讲。台语哦，台语水讲。你买啥？买晒嘿，台语 Tube。OK，好，多谢。YouTube 那个页面。
刚都有啥物问题？意思吼，人较 emergency 就会讲台语听有，迄款的敢都爱特别 emergency 迄边敢有办法，迄个 AI 吼 voice recognition， 敲电话的人是在讲台语。即马阮咧做的是电视尔，阮无甲迄个 emergency 迄款有做接触安尼，就是讲。阮刚才专心开发即个语音辨识的即个 AI， 啊后壁迄个服务，迄款阮即马无咧做安尼，对。因为做即个学术就是讲有一个 demo 啦，互大家知影讲，这会使安尼做。若是有啥物公司，联发科啊，迄款大公司有兴趣，还是台湾大哥大有兴趣，会使用阮的技术，去开发一个产品安尼。所以这个资料就是完全免费，拢公开的。台语 Tube 嘛是完全免费，嘛无广告啊，就是互大家来用安尼。刚刚有啥物问题？所以台语 Tube 甲迄个 ChatGPT 是同款的。台语 Tube 干啥 ？ChatGPT 同款的迄个。技术是完全无共款的。是内底用的，就是讲甲 ChatGPT 同款方式会当用安尼。对，都是免钱，你着。就是你去 Google 吼，台语水讲，就有啊，头一个就有，就是安尼啊，你就该试一下，你就会使输入关键字啊，参像，看，水讲嘛有啊，水讲。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喊挂歌，这高雄2日透早发生一单车祸，有一个查甫人伊骑乌多摆，这乌多摆头前呢有载一支4米外的水管，搁放。水管，有听着？水管，你就会知影讲吼，水管要安怎讲安尼。佫有啥物问题？我找到了。哦，找到，真好。我有一个问题。你头拄仔讲迄个，就是恁即摆的资料，也无足济，对无？毋过迄个就是迄个有90%。会使做到90%是对的。所以听起来是而且你讲你希望讲，就是世界上唔管啥物语言，使用者拢会使用家己的，就是 first language 来使用 AI 安尼。所以听起来你的目标敢是用较少的资料去。因为我们就是用较悬的效率去训练迄个 AI， 可以较高。对，就是其实这个台语是想要多伫我论文内底是。对，那就是看他们想要每个人开发一款 data mining， 那就录1个小时。参像去 YouTube 不是就看大家去一款网络好，那就排1个小时。这款找这个演算法，这 data mining 技术，我们那个是很 fresh， 就是8分钟或是到1小时。就是每一个语言拢会使用我开发这 algorithm 去。就是我是想说，那就还是有2间就1个小时，然后有1间就是5种，就是他们想要录8集录完就走。分类的这个任务啦，就是讲，你讲啥物话语，伊拢听有；你讲水讲伊就听无啊。所以90%毋是即马你手机啊迄个语音辨识的这个技术，伊是知影讲你即马这个语音到底是有啥物状况？可能是有人咧喊救命，还是无安怎，就是正常咧睇走。所以伊是一个较简单，毋过我感觉这个技术这款的功能是，像就列出来的老。他们是说吃完饭就开始，对不对？好啊，就看他们多快我就可以，因为已经可以，那就1点到2点，跟2点到3点。2点到3点，所以然后你要
那个什么教室？对，就一个是刚刚的那个教室，就是前面两间。感谢大家，感谢。这个好像现在